所有人才惊觉，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平安夜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夜晚，我通通在工作，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所有人在付出，为了公司在付出，结果呢，我看到了 Sandy 交换礼物的访谈，对，我才知道有交换礼物这件事。有没有邀请你？没有邀请我，然后他们的说法是说我在工作。没有问你，对啊，你是不是要那个一下？本人郑重宣布，我也没有看过比我更好的父亲了。我的付出，我大概在4年多前第一次有了自己户头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钱。对，第一次有自己的户头，说户头里面是会有数字，数字代表一些钱。我的卡是 Sandy， 我的黑卡虽然是没有限量，但是 Sandy 的副卡。然后公司再给我一个卡，我只有2张卡片，就是吃什么吃霸王，吃一吃还跟老板说，我身上没有现金，见我就打我请你，那个内湖那个甜不辣老板，被你气死了。所以我会觉得吵架吗？会觉得哇靠，你们这么 happy， 然后都没有邀我这样。我就回到家里，然后坐在我的 Grando 的钢琴前面弹琴，弹了一晚耶诞夜。有哭吗？落泪吗？哭是没有哭啦，他就说我不要再当一个尽责任的父亲了。那今天可以主持吗？等下看到 Sandy， 我父亲的工作就到今天为止，以后是同事是不是？除非有新的小孩。那你有看到范范那一篇吗？很长的那一篇。不应该再去提这件事。对，亲爱的范范妹，这都是圈内很乖的女孩子，黑人也是，也很热心，愿意去做很多的事情。但台湾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，你做了什么，人家都难免会攻击。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单位写，当时那个口罩事件出来，然后说我挺范范。我没有，我是劝他说不可以骂人，有没有？你们都在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别杀那港妹啦，对不对？人家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做。不用再特别提这个事情。不用啦，又提，然后就觉得说后悔讲这些话比较没有必要。我们发自内心的觉得说拍谁啊，我都讲不对一样，我干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媒体记者他们恶意栽赃说我挺你，我才倒霉嘞。我挺你是说，我不是挺，我是说针对口罩这个事情，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是会更好。